放较大咧。啊，天气变足冷的啊！外口的水拢见冻啊，结冰了。好，咱继续来读出世线第23页，应该是23页，对，23页。哦，我拄则起床，我暂时换看，我拄则困起来，结果小巴肚枵。OK， 不要紧。一般我早顿拢，但是我啉水就尔。我摕一下水来啉。水小好，滚一下吼。咱明仔载起，就是台湾时间明仔载起，这个日兰遮啥日子时阵照读啦吼。我后来才发觉讲，其实我伫咧迄边那个啥，你到迄边吼，迄其实是敢若是一个寄住会通知的所在。实际上呢，我上课嘛是爱另外用一个 platform， 比如讲我用 Zoom 啊啥，我可能以后改用 Google 好了吼，较方便。所以我到时阵就想看我伫 Clubhouse 遮想看开即个房间，我甲即个 Room 的迄个 link 搭来遮吼，所以嘛是当透过 Room 来听啦吼。只是讲你若敢若。嘛是有啦，你入去 room 你就会当和我对话啦，但是你若无爱入去 room 内底，你就踮遮听就是会使。用 Clubhouse 和我对话其实嘛是会当吼。好，我来摕水。就是讲，你无一定爱去 Meetup 遐去注册去加入啦，迄无必要吼。因为你伫遮，我嘛是照常，我即遮我嘛袂甲恁放散吼。OK， 好，咱来读出世线吼，第23页，咱电话可能来，刚才这段一直读袂了吼。好啦，我袂记读到倒位啊，搁从头开始吼。23页即第2段吼。报这日真闹热，老大家伫妈祖婆推仔组的面前烧香点火、烧金跋杯吼，应该是到遮吧。也办青草请人客，青草顶回敢若有读着吼。青草是南部腔啦，阮讲青草吼。其实当咱讲南部腔、北部腔的时阵，就是即个语言的在地化吼。因为分南北是台湾伫遮即个地理的讲法吼，无是你若照讲是漳州腔、泉州腔啦吼。也办青草请人客吼，也办青草请人客。迄时有一款的风俗，就是下12项米伫掠蚵仔。OK， 这掠蚵顶会无早吼，就伫遐烧香讲咧。我手机啊哩
好，因为我手机摕伫桌顶咧充电，有时啊，伊会准一下。我手机啊，我的手表啦，结果我手表昨无电，我毋知影，伊就规暗拢无电啊，毋知这电池会害去，实在是。我这手表啊，吼，这电池会当用到要20天，再充一遍啊。所以一般我就注意啦，就是我会无电。结果我昨暝也是无注意到。OK， 迄时有一款的风俗，就是下12项米伫掠蚵仔，就伫遐烧香讲咧，然后抱倒这囡仔来遐，试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米照伊所摕米来分别伊忠诚要做甚物好人这句落长，好，咱来看迄时有一款的风俗，就是下12项米伫掠蚵仔。迄时有一款的风俗应该免啥物鬼蛇吧，免现啥物离典、秘书典迄时有一款的风俗，风俗是一款单位数一款就是下12项米，就是下12项米，这应该嘛免查啥物离典、书典伫啥物所在？伫掠蚵仔，即个掠蚵仔，我今仔日我嘛是伫遮才学着啦咱来看卖啥物叫掠蚵仔。掠 L-I-A-H 第8声哟。掠，我用掠来杀用后壁用 wildcard 就是青号掠目要求谅解，或者是即个贿赂是要安怎讲？会使上人的目睭人去掠目，对伊掠目要求谅解，或者是贿赂的时阵上人的目睭人去掠目。掠目贼，掠目贼啦掠目贼会博缴就对啦，捌听过。掠赃，掠赃就是无底通掠赃，伊翻译写做总断续，看无，毋是翻译来个鬼蛇看无。掠赃就是掠。真的，无底通掠赃，掠赃在我听来是抓住主要，提纲挈领就是这个掠赃抓住根源抓住一个总端绪了叫掠赃，掠贼掠草。掠撮切环的就对了叫做掠撮。掠截是拍截减价，伊的话着掠截听，好对着掠截才会用的。所以即嘛咱讲拍截其实是掠截的较古早讲法掠钱，毋是，伊这只毋是走避掠钱走铁，哎哟，古早是走铁啦当铁是啥我嘛毋知掠钱走毋是避走铁，掠罪就是讲以为啦我以为掠罪这就简单的事，这生活中少食用掠罪，但是你若袂安尼用，你就干那要以为呢华语干那以为嘛我以为安怎我当做它发生什么事就是掠罪
掠水鬼、掠准吼所以掠罪就是掠准啦。我认定掠罪吼，我掠准伊掠准伊这个句吼，我以为他不要吼，掠准伊吼。所以这个词你也会晓吼，台语内底词你也要用要掠罪要掠准咯吼，你莫干那要以为吼，我以为吼，其实以为都已经毋是台语的讲法啦吼。掠外是关系以外、例外吼，例外这个是掠外吼。掠汉字，这个掠其实是动词，但是你讲会用足侪所在吼。掠汉字是甲汉字当做掠汉字毋准我角，什么意思？意思尊重必要的条件。掠汉字毋准我角，就是讲应该是讲。袂使甲汉字当做是五句吼，就是当做是主习啦吼，可能是安尼啦。尊重必要的条件吼，你爱甲必要的条件当做是必要的条件来尊重安尼，是毋是安尼？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掠汉字毋准五角吼，五角是五句吼，掠好对。掠好对什么意思呢？是掠好对啦哈！我惯势读全腔，掠好对就是大概计算卖剩的好对，掠好对。所以就是你大约算讲你进一，比如讲你进一栋的这个号入来，你掠讲差不多实际上卖剩的有法度卖掉吼，比如讲3个月来。会搁剩偌济来安尼，叫掠好对吼。掠鱼啦吼，掠鱼的袂煞，赶鱼人的毋煞吼。这啥物意思？第三者毋放当事者煞吼。掠鱼的要煞啦，歹势我拄则谈掉。掠鱼的要煞，赶鱼人的毋煞吼。这啥？就是。光桥的要落桥啊，坐桥的想要落桥啊，光桥搁硬要光就对啦吼，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掠鱼的要煞，赶鱼人的毋煞吼。掠向掠什么？掠逃税者、盗摄的人，或者是走私的人叫掠向吼。掠好着。禽耳，意思就是掠要点吼，抓虎吼。掠好就是爱甲鱼仔撞掉的啦，意思是安尼吼。掠好，互人和解仲裁，为伊掠好。掠风入影，不是掠风入影哦，捕风捉影吼，掠风入影。掠话杀就是掠话某哦。掠话某后面应该讲总共3页吼，不要紧啦，逐好读啦，无赶时间吼。加学一寡词吼。掠影就是拄则讲掠风入影吼。伊改到掠影吼，就是改到药啦吼。掠妖。掠妖魔鬼怪吼，掠字，然后掠字是处会证书吼，甲证书摕等于叫做掠字吼，捌听过。掠价高，这专业用词啦，测定准的什么背手哦，掠竿。就掠猴啦吼，掠竿掠猴，过来一个词对掠猴吼，搁者掠猴，掠通奸的查甫人吼，或者是念咒文来治狗耍，掠猴挂头章，这有啥物？第二个吼。
就是掠通奸的查甫人吼，掠狗挂头鬃，掠假马、掠过马啦吼，徛伫马顶，互人掠着，叫做掠假马，互人掠假马，这什么意思？即嘛可能用袂着啦吼，徛伫马顶，互人掠着吼。掠骹掠手，就是甲骹甲手掠起来，或者是阻碍吼。所以第二阻碍的即个例词，毋通甲我掠骹掠手吼。掠琴就是弹琴，掠扣或者是掠扣，两个意思。斗地上的水管，或者是修理地上的水管，修理地上的水管吼，斗水管、修理水管掠扣，即可能水电师甲用会着啦吼。掠扣，另外一个掠扣是受咒诅的人请道士来解咒吼，叫掠扣。这毋捌听讲吼。就是请人来解破啦吼，这另外一个破这个什么咒诅就对啦吼，甲掠扣、掠看啊掠应该是掠看第三声啦吼，但是伊是写第一声掠看。汉字是写看见吼，你看吼，可能是读看啦吼，掠看开算看卖吼，掠看偌济货底吼，就是拄则掠货底嘛，所以掠货底就是掠看偌济货底吼。好，掠桥过来啊，掠桥拄则有啊。好，掠桥是协助上桥或者是请桥，叫做掠桥吼。掠过架山鸟，意思就是啥物？肉包子打鼓啦吼。掠鸡去寄山鸟嘛？你鸡山鸟咧食鸡吼，会食鸡吼，就是一去无回吼。掠鸡寄山鸟，锁死交叉吼。伊后壁鸡说另外一个意思讲锁死交叉吼，你甲锁死摕去交叉吼。掠高翔，毋是掠高手，就是拄则掠什么狗？掠架狗吼！我讲这是骑船的，可能用着专业名词吼。好，即马拄则掠骨凿体，即马掠骨凿臂吼。掠鬼着抓鬼嘛吼。或者是猜疑乌白想叫掠鬼吼，掠鬼掠怪吼。掠棍着掠棍落来伫腹肚疼。掠棍比赛棍术，两人在掠棍吼。掠拉力啊，掠拉力啦吼，我拄则读无准，我发音无介准。掠拉力是第一个是，就是真正去掠拉力是穿山甲。第二个是盗贼的文语，就是因的即个乌话啦吼，叫做偷孙啊啦吼，偷孙啊叫做掠拉力，因为拉力看那穿山甲有吼，那毋是啊，拉力看那个孙啊有，叫掠拉力吼，就其实偷摕人的孙啊啦吼。掠人吼，掠人知人就是去抓捕人吼。掠捞即嘛应该知吼，厝顶掠捞。掠铃即嘛知吼，按摩。掠铃。另外一个掠铃啊是看网啊吼，这个我毋捌听过。掠铃骨吼，掠铃骨就掠铃啦吼。掠耳片，强烈反对的幸福，毋捌听过。掠耳片吼，强烈反对的幸福，还是强烈反对毋幸福吼，就是足坚持的吼。掠耳片，掠耳片，掠猫啊，就是掠猫仔囝。掠猫仔看猫娘，就是写汉字我都毋知，我读对啊毋对吼。掠猫仔看
鸟牛，伫倒位呢？掠鸟看鸟牛，哈对嘿。伊无规则，但是日文版的规则吼，可内可おつかまえるなら、親猫を見よ。親の善悪によってその子の善悪がわかるい。掠鸟啊，看鸟牛。我哩有可能是看，敢若讲打狗看主人啊，华语安尼讲吼。掠鸟啊，看鸟牛吼，就是你要掠鸟啊，你嘛要看讲这鸟啊老母要放啊毋放吼。因猫仔顾囝的时阵，你若去甲硬去掠伊，甲你咬，甲你撩吼，所以掠猫仔看鸟牛，意思是安尼啦吼。所以和拄则讲打狗看主人，小可要讲意思啦吼。掠猫仔看鸟牛，掠鹅好，咱总算看到掠鹅啊。好，掠鹅来一页甲看了啦吼，掠鹅伫遮啦吼，掠包这大家知吼，掠包代志别空叫掠包吼，掠白兔就是掠兔仔啦吼，但是有两个意思，今仔日才学着吼。第一个意思拄则讲掠兔仔，现船现车酒醉引起的兔。另外，毋是是掠白兔吼，掠白兔，我是咱用咱惯是讲法吼，掠兔仔，掠白兔。第二个是，我不晓得叫做鸡尖吼，就是掠白兔吼。这个用法我毋捌听过吼，掠白兔吼，掠芳和拄则掠包差不多意思啦吼，掠芳。掠壁糖是贼仔的文语，就贼仔因的话，然后讲甲壁开孔叫掠壁糖吼。掠杀吼，掠杀母啦吼，或者是找人的缺点，所以掠杀有原来迄个譬如的意思吼，掠杀除了掠杀母，阁有迄个咱敢若啥挑毛病吼，掠杀吼，掠杀母相加，这大家知吼，足用的伤用吼，掠小吼，掠小就是算小吼。掠死呐，掠死呐，咱看啥物意思？死呐，你掠会掉吼？你无可能嘛吼？掠死呐，找白着，后壁规说讲，听讲用死呐的光会当治白着，但是啥物是白着呢？我来个另外开一个。一页来查啥物叫做白条啊吼。我先看一下原册扫描掠死呐。OK， 伊日文版有规则啦吼，掠死呐，去啥物？找吼。掠死呐，找白着，死呐，日语叫做伊那兹玛，丢我的某啦吼，叫做伊那兹玛，这应该是什么典故、什么故事伫内底吼？丢我的某叫做盗妻嘛吼，就是日语的这个死呐，伊那兹玛哦，兹卡玛的的。白ナマズをこする。
我看我用药的吼，例句无遮好，意思是讲，听讲掠死呢会当去治白丢，白丢是西罗那马兹吼，西罗那马兹白癣吼，白癣白丢吼，白丢。所以我来查一下白丢。白 P E H 第八声调 T I O P E H 第八调 T I O 第七调。白调是规则，就是白线吼，白线吼，当然是讲白调啦吼。我嘛今日咧学着吼，白调，白调啊，白调就白线吼，起白调吼。长白线吼，掠死若找白雕吼，伫遮个用着吼，用死若会光来治白雕吼。OK， 哦，即种民俗疗法吼，掠死若治白雕吼。来，过来掠死刮吼，掠死刮就是你敢若用一个死刮吼，伊讲规则叫做顽强固守，就是你敢若。袂晓变巧，就是用即个用你记条迄个刮闭刮吼，来做就对了吼，掠死刮吼，掠生踢死，就是掠活的、刣死的吼，弥补损失，什么意思啊？掠活的、刣死的，掠生踢死啦吼，哦，掠生的去踢死去的损失啦吼，哎，这是你规则学白写我都看无吼。掠生踢死吼，截长补短吼，就是台语的华语的讲法吼。掠生踢死吼，台语是安尼讲吼。台语的死去就是因为台语无教育，所以像即种变俗吼、罐头词啦吼，嗰啲戏里俗语吼，无教，无人教你就袂晓的嘛吼。你干那要截长补短，你袂晓掠生踢死啦吼。掠秀才打，意思就是啥？用着人，因为秀才的肩胛头打是打袂动吼，你掠秀才来打吼，就是误用人，或者是讲你甲人吼，你用着人就对啦吼。好，第三页甲头了，剩无几个啦吼。掠刷掠肩胛头甲骹只片。会滚来治沙叫掠沙，掠沙滚相关意思。掠山林是看无的地上，就是看风水啦。掠山林就是看风水哦，但是我毋捌听讲啊吼。掠山林，掠动机啦吼。动机启动叫做掠动，动机伫深度前启动着跳吼，叫做掠动吼。不讲掠动，我毋捌听人安尼类似吼。掠动，我本来想讲是，即我较早我毋知是毋是我误解啦吼，就是讲因较早要训练一个动机起来吼，可能有两三个即个好酸银吼，啊伫个坐伫深度头前，啊，迄个西讲淡仔念，淡仔念啊。最后一个，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启动，我本来拢当做这是掠动，啊，毋过看诶毋是吼，伊即嘛讲动机启动就叫做掠动吼，动机伫深度头前启动着跳就叫掠动，但是我拄则讲迄情形当然嘛会当叫做掠动吼，掠虫骹床猫掠虫。尻川猫，这什么意思？看哦，规则讲掠虫来猫尻川啦吼，或者是拉草互抓出来吼，掠虫尻川猫，掠虫来猫尻川，我知掠虫尻川猫，甲倒装来讲吼，掠虫尻川猫哦，倒装句就对了吼。掠虫来猫尻川的意思吼，掠摊环就是打横的吼，
打横的台语会讲，叫你掠摊怀吼，会晓安尼讲吼，不要只会打横着吼，掠摊怀吼，掠猪就是免讲了，掠猪抓猪啦吼，掠猪啦，掠猪啊，掠猪啊吼，掠定就是心肝了定掠定吼，掠着就是已经抓到了吼，掠着贼仔，掠着死猴。掠着贼仔，大家知啦。掠着死猴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得到意外之财吼。掠着死猴，猴死去，搁去互你掠着吼。意思是我也较恶劣啦，要掠袂着啦。我毋知啦，掠鱼问掠鱼才知吼。掠着性命，就是遇上好时机吼。伊无规则，但是应该是这意思。掠着性命。拄则掠摊怀对无？即嘛是掠直吼，掠直就是走直的吼，行直的吼，或者是囥直的吼，掠直，所以掠摊怀掠直吼，掠直去就是走直的去吼，照直直的走过去啊，那个掠直去吼，或者是看你什么情形之下啦吼，比如讲你咧做工的时阵，要甲物件本来是菜园的吼，掠摊怀，你即马要甲掠直吼。放长的，拄则讲掠生踢死吼，即嘛有掠长补短啦吼，截长补短吼，掠长补短，这是咱较常听到讲啊，掠长补短啦吼，掠倒，我较毋捌安尼讲啦吼，掠跋筊的人，阮较常讲是掠筊，警察咧掠筊吼，掠倒啊，当然同意思啦吼。为什么伊掠倒后壁两个星号？毋知这两个星号什么意思吼？我看嘛，迄款册敢有星号掠倒。无看着是讲一堆。掠鱼片、掠禽、掠滚、掠看、掠鸡马、掠叫。哦好，掠倒伫遮。明明伊就是写掠叫啊。我看敢有掠倒的音。卡起区结果，所以是掠叫对啊，这也是掠叫，但是写掠倒是毋是还有掠倒这个音吼？我是掠叫啦吼，这都伊我看即个日文版就是直接写掠叫吼。好，掠大就是以抓白蛋的时找大的白来决定做东，毋捌听过掠大，哦，就是看啥物人掠着大诶啦吼，来做东吼，掠大吼，所以就是若掠细，就是看啥体白上细吼，掠大掠细吼，掠大五就是疏忽失措吼，掠多散，跋筊诶时阵掠人诶缺点。叫做掠多散，这应该是我的有是，我感觉伊这规则可能毋对，然后应该是，就是人尖叫去互掠着吼，掠人尖叫啦。我看卖掠多散，拄只掠多散。掠倒杀伫倒位呢？啊，拄则掠倒，敢就是即个意思。我当然搁查者。掠倒杀伫倒位呢？无看到原文掠
掠金早提掠鸡掠糖尻川掠糖掠摊坏掠做掠错。为什么我无看掠倒散呢？哦，掠杀母小家，掠杀。掠做掠摊坏掠糖掠鸡掠金早提掠定掠滴掠滴啊掠着掠滴掠水鬼掠准掠长埔倒掠大掠大五掠猫啊，看猫我真正无看到。掠倒杀迄个原文扫描一页，结果我无看到。我若用音来出掠倒杀，倒是他一沙西之他七倒是他七之掠倒伫遮。掠长埔倒掠大掠猫啊，无啊，就是无啊。竟然会无。哦，但是拄则掠倒呢，我拄则无真足啊看吼，是毋是掠角吼？是托巴库的赌博吼，托巴库をしている人を捕らえる吼。跋筊的时阵，跋筊的人去用掠着嘛，所以就是掠筊，无毋对啦吼。哦，掠倒杀伫遮啦吼，哎哟，真正是装痟的。伊嘛是叫做掠角杀吼，毋是掠倒杀吼。伊我毋知为啥物，伊看汉字写倒，伊就拢迄个。新马迄边就拢写倒，其实拢是叫掠角，拄则讲的意思。掠角杀是賭博の時人の腹を見つけた。哦，真正是当你跋筊的时阵，你甲人惊人的即个欠点吼。所以毋是我拄则讲去掠迄个掠前脚，毋是啦吼。是比如讲你伫咧边仔看人伫咧耍麻将，你啊，结果人劈一张牌出去，你嫌人去劈毋着牌就对啦。你应该爱去劈另外一支，吼，这个叫做掠倒杀，掠角杀吼，拢爱读掠角杀无倒啦吼，倒迄根本就错无。好，掠角杀吼，所以为虾米进前我看一寡先辈拢讲，你绝对爱现迄个原文吼，你毋通干那看这信网啊，看啊遮爽吼，拢看有吼，一定爱去现原文，因为足侪信号吼。啊，其实伊嘛足希望你退掠这杀母啦吼，因为我捌伫咧 Facebook 看到，你会当甲反映啦，但是我都拢一般。家己私底下可能想着，你上课我就拢无安尼做。你若有拜托各位，你若有要斗相共的，你再去 Facebook 去加入迄个社团啊，你再甲即个反映互伊吼。有诶出足大错，我一直记有一个大错误吼，伊是我伫咧你教的当中途中才发觉讲原来是即个意思，啊，结果伊是照迄个。伊迄规则完全走转去啊！结果我嘛袂记，无写落来，真正袂记吼。迄是我最想要甲因讲的一个错误，因为迄毋是足简单的看会出来错误吼。迄是像咱拄则安尼伫咧上课的时阵，啊，逐规则，你啊，想，去推测吼，去敲的时阵，才发现讲啊，原来是安尼，伊翻译毋对去吼，伊规则毋对去。后来即个了哩，咱读遮济吼，已经我看时间可能读袂了。我无挂表啊，毋知时间哦，45分，好，剩15分。
咱转来小说家吼，我会小说的吼，因为迄个掠乌其实伊连规则都无规则吼，我来看即个掠乌，掠乌顶一页，掠乌伊是写汉字尔吼，所以你看汉字就知影意思吼，因为迄个汉字是乌是一个我找对去，乌是一个。胡说八道，迄个胡人，迄个胡吼，没有胡说八道，迄个胡啦吼。即嘛讲胡人呢，想讲是迄个洛杉矶的 Lakers 啊，胡说八道，迄个胡哦。顶头加一个德字头，你安尼看汉字，你一看你就知吼，是一种叠甲去边的即种容器啦吼，即个 container 吼。所以掠乌就是即种加甲。清华教授本是原来是保留罗马字，伊的注解就讲圆圆边边的德人啊，嘿对，圆边边的德人啊，嘿，摕来咧拍，摕来要甲迄个五国也是精选过的茶米要甲拍互大的，嘿，吼，讲这原来有一个名叫做了乌了乌，伊是 LIAU 第7条乌，伊是掠乌啊嘛吼。嘿。讲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了乌，伊即个物件伊有一句用英语解释讲 ，a kind of shallow bamboo container， 就是浅啦，可能就类似敢若甘乌安尼啦，毋过伊就是讲掠乌，因为。柑仔店迄个柑字就是柑乌的一种 container 就对啊。古早时代，莫讲金属，可能连塑胶都无。在迄个时代，要摕来做即种底物件的 container 的原料，啥物上济，就是底仔上济嘛。所以就是甲底仔摕来做，不管你要底水、底啥，或者大卡细开，阮兜亲像有差不多直径差不多10通公分的。大卡有可能2尺，直径2尺，还是2尺半遐。这种浅的哦，差不多拄则迄成10公分的迄深度，可能差不多1-2英尺尔。若我讲的迄个直径差不多2尺半，迄个深度嘛无到3-5英尺，就是极加。伊顶悬伊有一个，伊迄种底甲去边嘛吼，然后迄个圆的部分，伊会用较定的底甲落边，就讲迄规丛底甲是对上外口皮迄上筋骨的部分，会使可比讲写互无，看是做风吹，还是摕来做锁啊放物件。在迄时代就是。无底啊，无金属，无塑胶通好做锁啊嘛，所以拢是用这物件去处理的。甚至，拄则有一个啥物所在讲会使，我可能我咧书店看，会使甲物件箍烫箍起来，嘛拢会种物件，伫迄个无其他遐尼侪材料，所以即个掠乌，即个乌我就想，可能是甘乌的其中一种，只是伊种器具大细卡深嘛浅，要底水的，还是要底。会使啥？像即个掠乌就是咧拍物件用的安尼。以上。OK， 对，我袂记查一个原文吼，规则掠乌原文真正嘛无规则吼。你若去用即个乌字，拄则讲迄个乌字吼，去查看图片吼 ，Google 图片，你就看会到新做啥物款。就是拄则马文讲的甘乌，伊讲甘乌啦。我本来想要查讲，我是毋是读查纸，因为阮较早吼，我听阮是大人讲感冒，我咧药是饮查纸，但是我即马是小查一下吼。甘字啊，甘字是 M 的韵尾。乌是无声母的，拄着无声母的字啊，迄个无声母的字，不哩济拢会去互头前迄字的韵尾，甲伊食掉。对。因伫语言上，我毋知号做啥物苗背一啦。有几落个词，我嘛是学台语了，
当学台语咧拍这种机关拢拍袂出来，擦仔我拢拍袂出来 LA， 啊，别仔我拢拍袂出 LA， 你知哦？尾仔才发觉着讲，擦仔即字的擦是 T 的一声尾，别仔的即白即字嘛是 T 的一声尾，啊，所以因为是 T 的一声尾，后壁迄个是啊无声尾，所以迄个 T 的一声尾就产生一个 L， 甲迄个啊。该食掉，啊尾哦，原来如此，无怪当学台语，足侪用拍袂出来。有这种情形。感鹅，后来感鹅有错伫吼，感鹅是结啊侪变个浅的即个螺，是个啦螺啊吼，这是去网来规则。拍菜干啊，拍蔬菜拍干咧用的吼，所以你若去 Google 迄个图，我袂记几说是。我本来误解上是讲较深的即种啊，喙较细，毋对，我完全误解。其实伊就是感冒，感冒就是一个圆扁足浅的吼，扁扁的一个盘子安尼吼，像一个盘啊，但是伊是较有深度的啦吼。即种叫做感冒吼，即较早伫庄骹足侪，因为你要用来要拍菜脯拍啥有啊，你拢会感冒，鼻伫顶头啊，摕去拍安尼吼。歹势，我佮惯势讲感冒啦吼，啊应该是感冒啦吼。啊，我查一下感冒真正有即个词，从咱捌想着去查即个词吼。无吼，种因敢是甲伊当作音变，当作音变啊，就是应该是音变，应该就是音变。应该音变，敢若袂输。因为这就是写字，你爱写正字，啊，你在口语上就是。啊，讲得顺听就好啊，感冒就感冒，OK 啊，看你啊较顺就 OK 无问题。对，所以是感冒，就是即个乌字吼。啊，所以呢。我甲这关掉好。啊，当然日子食吼，毋是日子啦，做细线、小线食啦吼。掠蚵啊，就是迄个照讲应该是哦，有遮有啦吼，迄个大字典有写掠蚵啦吼，就是竹甲边的即种蚵吼，有另外一个名叫掠蚵，掠蚵就是掠蚵，是毋是？但是掠伫遮是啥物意思，我都无解清楚吼。掠蚵。我看一下时间，敢有54分好来，我来查一下聊，佮伫遮是啥物意思呢？先来查甘字典的聊字好了 ，LIAU 第5条。哇，聊意思安那一堆啦吼，佮2页咧吼，即个歹药吼，我毋知内底有聊即个词无？我用 F， 拍乌字 ，OU 第5条，乌。copy， 第1页无乌，无掠乌，无即个乌字。第2页查看觅啊。嘛是无掠乌，无掠乌啦吼，伊无掠乌即个词啦吼。安尼来查一个啊，相款来查一个啊，大字典的聊字。LIAU 第5条。LIAU 第5条。聊，哇，好，几啊个字啦吼，来先来看嘛。聊，音乐歌曲的拍，迄个 tempo 吼。膀胱，膀聊色吼。卡聊，小屋叫做聊吼。过来是
就是长条这条，这个条它会当做医疗的疗了吼。我咧看有5个规则，什么疗亏吼、疗纸、疗茶、医疗吼，应该拢无疗温啊吼，疗温行出入吼，疗来疗去。另外是低顶顶的这个鼻仔骨吼，疗吧。好，看来看去嘛是。疗鹅嘛，这个疗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理解哈。好，来，转来相反转来遮吼，疗鹅就是疗鹅啊，所以就是鹅啦吼。啊，是疗叫做疗鹅，我毋知含即个即嘛即个度者时阵，即疗即个物件是毋是有关系吼？互你摕12项物件，你遐是毋是有关系？我都毋知吼。好，就是迄12项物治疗蚵啊，吼，疗蚵啊无重要，但是即个疗哩，即个做动词来用的时阵，咱拄则用差不多几点钟的时间来学这个词吼。就伫遐烧香讲咧，吼，12项物件放伫疗蚵吼，啊，疗蚵是一个圆盘啦吼，当个跌下去边的圆盘吼，足大吼，一骹就讲到会当干2尺吼，感冒2尺 ，OK， 有诶可能搁较大啦吼。你看即马迄客人吼，对装卡客人，因咧拍啥物？迄什么气红气管气啊管吼，就是搁用相关用迄咧对吼。我毋知南部你拍即个乌鱼子是毋是搁有用？可能无啦吼，乌鱼子可能用较大迄碟。好。就是下12项物治疗蚵啊吼，啊就伫遐烧香讲咧吼，烧香踮遐讲咧，就是踮遐念有词啦吼，叫做伫遐讲咧吼，烧香求保庇嘛，念有词讲咧，然后抱导这囡仔来遐试看伊爱先摕倒一项物。然后抱导这囡仔来遐，即应该拢免知吼。试看嘛，讲伊爱先摕倒一项物，先摕吼，伊要摕倒去掠倒一项物啦吼，摕倒一项物吼，哪一样吼，摕倒一项物，即应该拢免知拢知。照伊所摕的物吼，照伊所摕到的物件来分别伊。中成要做啥物号人吼？看伊摕到啥物件来分别就是华语分别其实是 differentiate 吼，当然嘛是会当安尼去理解吼，但是就是伫遮有判断的意思咯，就是讲我用安尼来判断来判定吼，来分别吼，好，来分别伊。中成就是大人大汉了后啦吼，中成要做啥物号人吼，要做啥物号人应该免解释，但是啥物号的人，即个号爱晓用吼，啥物款的人啦吼，啥物号的人吼，啥物号人吼。迄时至勤的大家也有备办12项吼，所以会对12项物伊就讲啊，我看一下时间吼，莫超过了吼，多9点吼。这12项物，咱后一回再来读吼。啊，但是顶头这段咱今日算读煞，咱后一回再先来，大家来念一遍吼，再来看这12项物是啥物件吼。好，安尼明仔载起，有闲工诶，再做你过来 Clubhouse， 咱迄个无要读，咱遐啥日子？但是我毋知影我到底会当招，我其实拜托大家斗宣传啦，应该是安尼啦吼，因为我。毋知影偌侪人会伫吧啊？其实对各位来讲，可能已经是伤浅啦吼，因为我是真正是对 ABC 开始教起吼 ，A U E O 吼，啊用迄个 Marino 会教材，但是看情形啦吼。若是讲礼拜拢是敢若是咱台湾囡仔吼，大家拢讲台语会通，拢有法度讲，我着
所以你讲，刚才我讲华语，我嘛欢迎你来啦吼。啊，我可能会用我家己较早传的 slide 来讲就好吼，免用到即个 Marino 的教材吼。好，感谢各位啊，下对两位爸爸吼，欢迎恁来吼，嘛欢迎恁来上课学出师线内底遮尔多即个好的台语。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咯。再会，拜拜。再会。